资讯爆炸的时代里，讯息真的是百百种，真真假假，让人晕头转向。如何分辨假讯息，成了现在重要的课题。台南新楼医院喜乐屋俱乐部与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合作，举办媒体识读课程，教导长辈如何辨识假讯息，得到正确的医疗知识。病院真欢喜，会使有这个机会，会使邀请一长辈来到阮的中间来学习什么叫做媒体识读因为即马3C 的时代，人手一机嘛进入5G 的年代，所以足侪各种新闻大家已经渐渐拢为咱的手机来得到但是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一般人无法度去分辨，所以借着这届病院并且咱一专业的医疗人员来教这的长辈，互因了解讲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互因会使得到正确的医学的财物嘛借着安尼会使互因更较来注意因生活中一寡有可能去互欺骗，也是唔对、无正确的一个健康的观念。课程当中带来了许多在社群软体以及医疗资讯的案例，透过讲师的互动，让长辈们可以思考这到底是不是假讯息，再搭配查证八步以及查核软体，让长辈们收获满满。很高兴今天那个于小姐主持人告诉我们媒体假消息的查证跟这些有关第3台的公共的新闻，使我们今天受益很多。感谢中嘉今天的课程真的很好。手机还是电视都会往往会听到一个消息就觉得没有马上去识别结果就有时候会有一点难过有时候会给就去转发结果是造成不对的所以今天上的这堂课，媒体要用知识、用判断去了解，然后才去找到真正是到底它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我们再来批判这个媒体是对还是不错，不要一下子就把它评断。这是我今天来上课最主要去认识这个媒体到底是那个不要去做那个不当的传播者。课程最后更推广公用频道，让长辈们知道。医院也在课程结束后安排健身操，让长辈们活动筋骨，让长辈们不仅可以吸收到媒体识读的知识，更能舒缓身心。中嘉宽屏也会持续办理媒体识读课程，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来参加。记者杨顺怀台南采访报道。